大家好，我哋係 MetaGreenX，係為下一代可持續植樹造林去提供一個自然科技嘅應用方案。喺開始之前，想問下你哋一個問題：知唔知道植樹活動完咗之後，大概1年度啲樹苗嘅存活率係有幾多呢？估唔到唔緊要，等我開估啦。其實係得3成。咁點解樹苗有7成嘅死亡率呢？其實主要歸根於呢3個問題：營養唔夠啦、唔夠水同埋缺乏照顧。我哋團隊亦都曾經到過大欖郊野公園去進行實地考察，去發現植樹造林同埋保育嘅痛點，例如係郊區嘅網絡唔穩定啦。第二就係遠程監測同埋連接，我哋遇到挑戰。第三冇實時同埋準確嘅樹苗生長情況。第四好多時候呢啲植樹點都係位於禁區，咁所以咧嗰度嘅灌溉設施啊或者資源管理咧係完全唔足夠嘅。咁亦都因為基於呢一個痛點，我哋研發咗 GoodX 呢個一站式自然科技嘅方案，就係我同事而家手攞住嘅。咁呢一個我哋分為硬件同埋軟件嘅部分啦。喺呢個硬件裏面咧，其實佢係有一個土壤嘅傳感器，去收集土壤嘅電導率啦、鹽分啦，同埋呢一個嘅營養素，譬如氮、磷、鉀，咁亦都對於呢啲樹苗嘅生長咧係好緊要嘅一個指標。咁而佢亦都做到247全天候嘅監測，而呢啲數據咧，我哋收集完之後咧，喺一個可視化平台亦都可以睇到。而呢一個平台亦都會進行一啲指令啦，俾呢一部我哋嘅 GoodX 咧去進行一個自動嘅灌溉同埋施肥。而我哋嘅 GoodX 亦都係有一個太陽能電板啦，佢裏面都有太陽能電池，可以 sustain 到2年咁耐。or even longer。咁而我哋除咗係一個物聯網嘅可視化系統，我哋呢啲數據對於我哋 AI 大數據模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。咁而我哋收集完啲土地數據啦，咁呢個 AI 咧就可以進行一啲邊一種樹種咧係比較好喺嗰個土地啦同埋地質嘅。咁亦都會有一個生長嘅模型啦，咁邊俾我哋樹藝師去進行一啲後續嘅護理啦，同埋俾一啲 tips 俾佢哋嘅。咁我哋 MetaGreenX 嘅產品優勢，對比起傳統嘅植樹管理咧，係大大降低咗人力嘅成本啦，同埋我哋 MetaGreenX 講求嘅係可持續、可量化、可視化同埋自動化。我哋希望可以精準灌溉，去減少水資源同埋肥料嘅浪費。咁我哋都積極開拓我哋多元化嘅商業模型啦，就好似我哋會同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去支援佢哋植林優化計劃，同時我哋都會同綠色嘅非政府組織，例如地球之友或者長春社，去為佢哋提供一啲寶貴嘅樹苗嘅生長數據啦。第三，同埋一啲學校合作，譬如搞一啲綠色啊或者可持續發展嘅一啲工作坊俾佢哋嘅。咁同時啦，我哋都會同一啲可能關注 ESG 嘅上市企業啦，譬如九巴公司啊、HSB 甚至乎係一啲中電咁樣，咁亦都提供一啲一站式嘅 ESG 諮詢服務，同埋一啲嘅數據幫佢哋做一個分析咁樣。咁喺我哋嘅市場策劃藍圖裏面咧，2025年我哋主要都係 focus 喺香港呢一個嘅市場，繼續做我哋嘅原型測試，同埋持續咁優化我哋嘅產品。而去到26年，我哋希望可以打入大灣區同埋東南亞市場，例如係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。去到27年，我哋期望同一啲更加多嘅國際嘅組織合作啦，譬如話聯合國呢一個環境規劃署，去支援佢哋嘅百萬森林計劃。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團隊嘅發展圖啦，由商業構思、實地考察，甚至乎好似我哋過往幾個月咁樣，我哋都積極同譬如香港綠色自然聯盟喺坪洲啦、昂坪啦、南丫島等等嘅離島區咧，係進行呢一個 GoodX 嘅原型測試。咁我哋現今啦已經有超過900K 啦，咁同埋有多過10個嘅機構去支持我哋嘅產品啦，咁同埋我哋都有好榮幸可以獲得廣泛傳媒嘅報導啦，咁同埋亦都擁有豐富嘅比賽經驗，就好似我哋上年喺全國嘅第14屆挑戰杯代表香港攞到唯一嘅金獎，亦都喺今年 Technophone 裏面2025我哋攞到 Silver Award。所以我哋係 MetaGreenX 為香港可持續植樹造林提供一個自然科技嘅應用方案。